大家好啊！今集啡上空間終於嚟到四國啦。四國村 Wazza House， 四國村藝廊係位於四國村民間博物館村內。由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，展現清水模現代建築風格。館內展示住四國村創辦人加藤達雄從世界各地收集而嚟嘅繪畫、雕刻、佛像及青銅器等美術品。走出藝廊便是著名嘅水景庭園。同藝廊同樣出自安藤忠雄之手，庭園嘅設計亦都充滿大師風格，將標誌性嘅清水模美術館融入綠意安然嘅四國村裏邊，並發揮美術館位於高處嘅優勢，設計傾斜而下嘅流水階梯同人行台階，遊人除咗可由上眺望屋島地區同埋讚岐平原嘅景色，仲能走到庭園底端仰望整座庭園同美術館本身。另外，庭園嘅水池瀑布聲更加讓人有如置身山林咁清新舒適。神戶市當年因同外國人交易往來繁盛，成為好多外國商人嘅移居地。又以北野一帶因能夠俯瞰海港，散佈各式各樣嘅外國商人住屋。坐落喺四國村出口處嘅二人館，建於明治38年嘅英國人瓦沙丹住宅。除咗外部設置富有英國風情嘅紅色電話亭外，內部使用嘅家具亦都係從英國運送過嚟嘅西元前1世紀古董，從內而外皆充分體現明治後期神戶西洋式建築嘅特徵。以上咁多集嘅節目都係純屬個人見解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大家可以去我哋呢3個網上平台睇下我哋更多作品。大家鍾意呢條短片嘅話，可以俾返個 like 同埋 follow，鼓勵下我哋啦。